，GroupBuyer.com 優惠推介。如果你係海鮮迷，又想揾間環境靚、性價比高、選擇多嘅酒店自助餐，咁港島海逸君綽酒店真係唔可以錯過。由成千則評價中睇得出，無論係家庭聚餐、生日慶祝定情侶約會，呢度都成為唔少人嘅心水之選。最多人提到嘅，自然係佢哋無限供應嘅新鮮海鮮，生蠔、長腳蟹、鮑魚、赤蝦、帆立貝，甚至龍蝦同鴨肝都有得食，淡淡鮮甜，完全唔腥。而且款式唔止海鮮，仲有片皮鴨燒肉、和牛即切肉眼扒，滿足晒唔同口味。甜品方面亦非常搶鏡，朱古力心太軟、豆奶布丁、芝士蛋糕、法式甜點等樣樣有水準。最受歡迎嘅就係嗰10幾款 Muffin 辟雪糕，任你食到夠。用餐環境方面，不少用家都讚賞餐廳樓底高，空間感十足，有海景望，唔會逼夾夾，仲有生日小蛋糕，即場表演如火焰雪山大吞拿魚解體 show， 觀感滿分。就連旺場嘅母親節或晚市，都有機會坐到靚位。服務方面都交足功課，收碟快，補充食物勤，職員有禮又主動，令成個用餐過程更輕鬆愉快。至於價錢方面，唔少套餐都係幾百蚊一位，加埋 Cloak 啲折扣或者第2位優惠，真係平過唔少5星級 buffet。難怪有人話佢係全港 buffet 性價比之王。總結一句，無論你係為咗食個開心、睇個開心，定影相打卡，呢間酒店嘅自助餐都好值得一試，高質又有驚喜，唔怪得回頭客一再光顧，年年推介。279港元就食到5星級酒店自助餐，係唔係有啲吸引？港島海逸君綽酒店嘅 Harbour Grand Cafe 咖啡廳，而家喺 GroupBuyer 預訂有着數。無論係中意環球風味定係熱愛海鮮盛宴嘅你，都一定揾到心水。自助午餐 Lunch Buffet 有多款沙律、冷盤同甜品，雪糕梗係唔少得，款式多到眼都花。想放鬆慢慢嘆個下午餐，呢度就啱晒。晚餐時間就更加豪華，嚟一場海鮮盛會自助晚餐 Dinner Buffet， 生蠔、蟹腳、蝦、青口樣樣齊，全部新鮮又足料，仲有唔同國家嘅特色料理任你揀，食到唔捨得走。價錢只係279港元起，想嘆好嘢又唔想荷包痛，就唔好錯過呢個抵到爛嘅優惠啦。港島海逸君綽酒店自助餐 Harbour Grand Cafe 咖啡廳半自助午餐、自助午餐、自助晚餐。自助晚餐凍海鮮、海鮮、刺身。自助晚餐刺身，新鮮即開生蠔、麵食、甜品。Harbour Grand Cafe 海鮮。港島海逸君綽酒店自助餐 Harbour Grand Cafe 咖啡廳半自助午餐、自助午餐、自助晚餐。按下面訂閱按鈕，追蹤我哋着數優惠，有你哋嘅 like 和訂閱，會鼓勵我哋製作更多內容。即刻上 GroupBuyer.com 啦！